我是李毅，今天要跟大家谈面对大型车的防御驾驶。首先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大型车的视野死角。在大型车挡风玻璃下方 A 柱及后方是驾驶用镜子也看不到的地方，我们称作视野死角。车辆在这些视野死角内区域行驶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。另外，在行驶大型车后方，因为不容易看到前方路况，为避免遇有紧急状况而需刹停，所以要保持较长的安全距离。大家可能不知道，在高速公路上与大型车并行时，因为气流的影响，高速行驶的状态下，常常在车身及车尾会产生一股隐形的吸力。所以要经过大型车时，一定要紧握方向盘，并保持前后左右安全距离，小心变换车道，才不会被大型车吸过去。其次，在下雨天行驶高速公路时，大型车的四周会卷起漫天的水雾，你这时候靠近它，就会严重影响行车视线。这时，请跟它保持适当的间距。另外，小型车驾驶人常常遇到以下状况：在高速公路上开在慢车道，前方有一辆大型车，而后方突然出现另一辆大型车快速逼近，会造成驾驶人心里极大的压力，有可能选择紧急刹车，但是这样会更容易造成大型车追撞。小车也不要任意插入大型车的车阵中，因为大型车有视野死角，而且所需刹车距离较长，一旦反应不及，很容易被大型车夹击，发生严重事故。开车时只要了解大型车的特性，下次在高速公路上就能做出安全的选择，远离大型车，安全驶国道。